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小玩国线上教学课堂，我是王老师。Hello，明白吧？这段爸妈就是我的王老师吧。OK，第 video 噶把嘞 solution 喏，老师说 HSK 江湖老师说男性比标比把咩？那他们那是巧嘛，标来了咩？HSK 崩上呢？老师那视频里的 HSK 崩上啊，八卦嘞说老师 level like video 的酷，点别段嘛吧？老师的 Facebook 其他部嘞我们别把呢，说了。老师因为 HSK 嘛个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所表东升 PR 的，然后 HSK 3属于初级 ，HSK 4属于中级 ，HSK 5呢6属于高级 PR 的。啊酷啊这个一路嘛好多3个得酷，4啊得酷，5个都还能读，6个都还能读，一路撇多把比。所以老师说的切记样，3呢老师说也第话呢八卦嘞，所以老师讲喏，所以大家老师说白拍个哈好，伢拍个哈个对吧？表面，然后白拍个哈的，伢拍个哈个好过老师先表他的批发嘞，所以老师几样没空碰上的印几样，然后读完了呗，把嘞说3部分亏他嘞，东班班他话嘞，对呗，对呗，所以八卦嘞说听后重复个，因为生涯报干你嘛多，把那部批多嘞说了先咯，酷哈这个把嘞说10部被批多，然后10部被批多没，然后这部过嘞多把嘞3 second 4 second。然后因为叫了生涯报告敲门的时候，对着一样那么挂吧。那么都要把那所以看图说话撇多嘞。因为老师说看图说话个 HSK 4页中级 HSK 2嘛，看图说话系列好个，啊酷 HSK 3嘛巴拉巴比，因为 HSK 3页看把那说把嘞。都要办法的时候，听后回答。哎，龙老板说，比如说你有哥哥吗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然后你什么呢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的？当比撇都所撇啊，然后怎么了？看我们后头蹦极比撇没撇多少哩？然后当下报喜没回答问题要人那个来回答问题都那报，当然都那报撇多少比？哎，因为好好那里那报呗，所以这样喏。那叔叔帮前一下生涯minute撇多少哩？哎，因为明年那些撇的哈，生涯minute撇多少？哎，还有。冲来的都无系的。好，这样第一部分个吧，听后重复多生涯部好啊，这个10部被批啊没，都报告30个没。好，第二部分个9到10个看图说话，打6老师说，那么保护说了切比表吧没，都报警是有老师把嘞部系列都报告。生涯10个呢，前呢老师表面说牙部个喏，生涯10个说了先呢，造句的报告喏，帮你记表面，我都没那么那啥么，那 HSK 4嘛个。看图说话吧嘞，但系多那么那啥表啊嘞，然后那么那啥表，啊，佢 HSK 4嘛嘞，把啲咧，咪啲路蹦上好多，然后多 HSK 4嘛系列啲蹦呢條多 HSK 3嘛那特別咗，多把咧說 short sentence 個表開呢就冇把啦，你啱報，比如先咯，老師回答問題，因為但係三級啊 HSK 期間1.5 minutes 被撇開吧咧，老師4、5、6講咗那麼呢，4個那麼呢，5、6個2.5 minutes，因為但係請啊。所以你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为什么？但们那快啥？老师把嘞 PR 啦 ，PR 嘞，说了大概，老师说 HSK 3页，基马送标了下个把嘞说了先了，回答问题干的嘛？老师说把嘞看图说话撇多把比，说了你看图说话，老师3级、4级、5级、6级到校把嘞，说了到校老师蹦级比也见细个些啊了没？说 writing， 老师表嘞，老师 question 把嘞listening and writing 嘛嘞，老师把嘞一嘛嘞。一大的也没把说实实的说 writing 呢，标班都不标面来的都不标面吧的呢，所以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后面还会有4级、5级、6级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再见啦。